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祷告，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将今天晚上所讲的道理，竭力进入完全的3个重点。刻画在自己的心里面，反复思想。看看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看看我们有没有需要去努力的地方。在祷告的当中，迫切的祷告。神啊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神啊，我不够敬虔。神啊，我不够去爱弟兄。我想要改变，我想要继续努力。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过程当中，神就会帮助你来竭力来进入完全。那你未来的服侍，未来的工作，都能够在神带领的里面，渐渐的长大成人，来进步，进入完全。那我们就同心跪下来祷告。待会眼睛不张开也是最棒。然后祷告的时候大声，不要只有挤在前面2排。